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也》，我是吴依蓉。今年我哋呢来宾呢个特别，伊系一位画家，同时伊喺中国咩服务36年咯。咩因正案呢，故所伊嘅画呢，吼非常特别，嗰度劳工嘅工作嘅场景，含个欣赏，如透过伊嘅画作表现出来。欢迎王金川先生。主持人好，电视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王金川。王先生，佢特別話頭都講，你睇中港服務，唔過又係畫家畫圖，你係乜嘅時節開始學畫圖嘅？我都很細哦，都講學畫圖啦因為睇農家環境嘅關係啦沒有講係特別講係很強欣賞嘅，阿姨上課啊，樣都冇啦都明白都有乜安尼土壤啊都要學畫啦，都臨摹啦臨摹都見有啲個803啦，可能係會畫圖面都會拿來計填畫啦，都作業啦，係計畫安尼。係都有時以前那教科書面都會讀安尼土壤啦都會臨摹安尼。如果這樣嚟畫安尼。好。這種畫有見畫面畫都一結構嘛沒有個那個特別本欣賞安尼注重啦都結種嘅下都有上美術課嘛。美術課欣賞都注意到藝術部分啦，都開始佢發現有安尼畫安尼天分都開始特別關注藝安尼啦下嘛都為了讀書有冇安尼嗰特別去畫安尼啦，我哋有冇去上課啦，有冇去落去安尼學畫圖啦，因為主要農家嘛都唔咩講特別安尼，所以都見畫啦。畫啦個一下都本身想圖安尼，先做師專啦，考啦，先做師專就安尼美術課嘛，一下關模考啦，有模考從啦，6年有經常安樣有上有為了有考到沒有幾好啦，有在補習1年樣讀安尼高雄高工啦，高雄高工嘛讀安尼讀批管課啦，讀批管課人都嘛上到個學畫圖啦，有參加攞過嘅比賽安尼啦，有參加攞過嘅所以都有保送證4名都講開始看啦，做咗出家安尼考大學啦都考6名青陽畫面都蠻畫面畫一下都有得到安尼全國安尼出席漫畫比賽前身的第1名，伊嘛跳不中，有上做咗安尼參加安尼保送證4名6名有七社會的有模，有邊啊也希望有模名模保送證4，都要安尼選安尼安尼辦法有模的啦，一下過嚟去啦，哇，咁唔係過什麼？係過什麼？6名有嘛有強到繼續畫圖啦都國共畢業咩一下都冇個人考大學都個難考咩都上家都個樣家都要考畫圖，家都上見做事啦，一下人環境沒有幾好啦，見做事都6名有讀到安尼動物工作都在陸續咩都在府內啦有美工科啦。有安尼夜間部也有專題嘅，迄種家都去夜間部名，都相當跟安尼美術有關係，都安尼開始都辦公辦通安尼。嗰種嘅辦公都係已經到中港嘅係咪？一下忙前，先去讀夜間部，讀個樣考嘅，考中港嘅安尼。咁我唔係想講，如果講下面冇想唔到。畫圖去做乜嘅條路係一下都就咪想畫圖啦，一下想畫圖又沒有個專門名一個就沒有認證過啦，都冇都發一條個基本嘅東西上嚟啦，沒有改好啦，冇買興趣，沒有安尼所以我即家嘛長途嘛沒有過安尼啦，一下要讀經讀書嘅，要讀1、2專嘅要讀1、2專嘅。所以6名要上到要考中工嘅啦，都鐵飯碗啦，
尤其俺哋客人家庭啦，吼，如果希望生意咧靠個嘅，假使有個問題咧，頭路當然都個好嘛，吼，嚇，嗰種路硬皮總講，咁係做乜嘅呢？一開始去土田咧，做技術員啦，吼，技術員都應該滾輪廠啦，吼，滾輪廠因為佢都炒作機器啦，炒作機器，做嘅幾年咧，又講人哋收編啦，又跳另外一個線創業。主要都係機器方嘅操作。咁安尼工作，唔同會本人發現到有一個美術天分，又有機會好畫圖嘅咯。因為我哋公司就是會畫圖比賽啦。係有畫圖比賽，那很奇妙咯。有名嘅很多安全防護漫畫比賽啦。他還在總共還在國營事業嘛。國營事業他如果注重安尼美化啦，美化有時有廠房有安尼佈置啦，安尼有時仲會比賽安尼漫畫比賽。幾多年去參加哈？伊哈米嘅單位個多，因為總共個多年啦，米嘅單位要參加，有啲單位差唔多10個人負面啊，有幾天都會，幾天都參加安尼。嗰種都去參加。係啊，都參加安尼。都見畫都每年都辦一次面畫都變啊冇對數啊，每個都拿提名都變啊，這個自己跟自己挑戰嚟啦，自己跟自己挑戰。人哋也看到也幅，如係家下參加漫畫比賽嘅。漫畫比賽嘅。哇，幾多年前啊？差唔多30年前。30年前咧。30年前嘅作品係。哇，係吼，嗰厲害呢吼。一下都要用水彩啦，有亞克力顏料啦，有轉印啊，嚟紅髮去表現啦。咁你乜人邊講啊？嗬？我也冇聽啊，咁嗰時講啊，畫畫出家邊啦，嗬，都該有心得嘅啦，我本身我畫嗰度連做嘅啦，都連做都幾下副啊，嗰上槍嘅留面因為。但係我人話嘢，有畫幾種嘅啦，畫有冇再畫下去嘅。咁都係寫漫畫比賽，後來呢？後來都因為我哋主管都看到我畫圖面嗬，都講咁唔係做咗畫啲看板面嗬，都畫我哋公司看板面。畫個台嘅。畫個台看板，因為我哋控制是個台啊，控制是個台差唔多10個人總長。米的控制都操作機器那控制室，10個人總長，10個人連蘿蔔都貼喺面啊，貼喺種都畫一蘿蔔安尼。加上安尼咯，安尼也兩幅咯。一兩幅都係喺我哋董事長我伊計見面下嘅嗬，張教主董事長甲講。咁唔用畫總工嘅啦，人開始畫總工嘅啦，唔過也未算啊，嗬，也未算畫總工。也個實用藝術嘅啦，都算有廣告設計嘅那味道，冇相同都個客觀啦，個客觀都講睇下看嘅實，本人點也畫嘅東西，個安尼有廣告效果出來啦，廣告宣傳效果安尼。嗰種意見唔講畫總工嘅意思，都係總工設計嘅情形，提拔下咯。都以生產線咧，安尼都咧，順便讓自己了解，用個專業嘅東西把畫出來咧，都也建議係。呀嘅係用鉛筆畫嘅。鉛筆畫嘅侬會現在用鉛筆啊？因為鉛筆一下係過好掌握啦，時間過好做得掌握啦，都5分鐘啊，畫個筆，10分鐘啊，畫個筆，做嚟安尼停嗰方片，畫油畫冇相同，要準備安尼顏料東西，放起來又要寫又要做，好麻煩先。咁安尼一片要睇工作個，應該個辛苦啊，侬還有時間。冇個時間好畫圖啊！講話真是夠辛苦啦，因為我輪班一下時間真是夠多啦。輪班一下都早上頭做班都早上頭7點多，下晝到
3点嘛吼，哦啊都下班都暗晡都畫圖安尼嘿，啊中班都3點到，下晝到3點到暗晡11點，啊都你只要是兩畫圖安尼嘿。哦，你前時間。前時間啊，夜班咧都過去嘅名啊，橋嘅都先睡末，睡風就差唔多睡1-2點都開始畫圖啊。咁哦，冇睡到點鐘呢？我睡到點鐘嘿，都反正睡醒都睡唔落嘅嘿。係啊，因為人輪班咧，你生理時鐘溫冇相同啊，會個亂呢？混亂嘿，真係混亂嘿，個冇調試啊嘿。所以一下都畫油花，一下都按嚟畫啊。嘿。咁安尼嘅喺公司有邊那個也咩係你嘅工作職業哈？沒有工作嘅。自家上去畫嘅又，伊都張家洲董事長甲我講啊，做乜唔畫總工鄉啊嘛？見面都就畫啊唔畫啊咧，因為你總工上班按叫嘅8點鐘，古來要下畫總工嘅東西啊，全部頭拿都總工嘅東西啊，係啊，24小時啊，乜佢講我點啊呢，所以啊冇留名嘛上嘛唔錯咧，真是畫啦，因為係睇做按叫嘅20年，啊畫啊都冇畫留下來，安尼總工啊純藝術嘅東西吼，所以我喺房間期全部都在總工嘛，就生命歷程都睇喺底部嘿，所以我喺想講啊，加快真正畫風來，係要衝啊嘿，因為喺創作歷程就是以生命歷程為主嘛，啊唔都冇畫，都表示說呀斷層嘅呀，嘿變難嘅嘿，所以我喺講我應該畫要衝啊，因為最重要。喺時間都提總工嘛，係，所以佢今天我畫咩啊？哦，但係你嘅成法其實都係一個，啊，農會也30年嘅東西冇留下來，冇留下來，係冇留下來，所以佢今天我畫嘅。哦，唔過咩愛個有個意志力呢？吼，都係工程師要意志力呀，真是的呀。因為安尼畫圖其實也辛苦啊，吼。工程師畫圖真係辛苦，畫嘢吼，畫啊。安尼一幅畫一嚿，差唔多一件嘢都2個月啦。哦，一些東西啊，差唔多畫1-2點鐘啦，一時的，安尼一時的。係啊，佢要呢。有時畫啊樣做見了用呀，了麼子都係那把細歌啊嚟，都係哦，很辛苦。哦，但係你是頭要上班咯，啱不頭要上班咯，上班睇畫圖安尼哦。哦，唔過王先生伊按有心吼，按好畫圖哦。唔過唔單像安尼哦，等下我哋個技術來講，伊畫幾道無共用嘅圖哦，我哋等下個技術來小解。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的來賓係畫家王金川先生，而同時咩睇總共服務係32年咯。都有看到王先生用過油嘅鉛筆吼，錄畫出嘅嗰度喺總共地部工作人員辛苦工作嘅場景啊，吼，很多因為辛苦嘅情形，每為自家留下一條回憶啊，吼。啊，韓國呢，王先生唔但唱畫嘅中型嘅、小型嘅畫。連更加嗰時行嗰種變化吼，其實20多年前入畫嘅哦吼，韓答呢係畫嗰種總共嘅精神領袖，係咪？超有動先生，係，唔家下我有一個機緣去畫伊咯。因為俺公司一下都喺美化嘛吼，都喺畫看板嘛吼，啊一下都阮主管都一下俺上從一班啦吼，都正常班嘛吼。啊，都負責人嘅美化工作啦。一下都俺主管都喺度畫啦吼，開始美化呢都控制10多倍嘅圖啦吼。啊，一下都畫草稿畫個差唔多4-5種筆款啦。啊，其中一種都底部有畫安尼，俺前兆嘅董事長啦吼，都也安尼上嘅啦吼。啊，都以前有特別先到安尼找動嘅安尼也種作品啦嘿。啊！一下畫一下咯，啊！都想唔掂畫一上啊，畫唔上嘛，見懷疑嘅吼。農會感覺有可能畫唔上咯。因為吼，伊專門太重啦吼，都專門什麼施工人工測啊，嘿，施工人工錯，啊，有個過啊吼，有可能要用流退啊呢，嘿，係啊，所以好麻煩一些啦，嘿，啊，留名啊嘛，想盡辦法啦吼，係嘛，用投影嘅方式係咪吼？相片也投影嘅方式，啊，慢慢描繪啊呢，嘿，描繪。啊，畫個一嚿。畫差唔多2-3禮拜呢，2-3禮拜，啊畫嚟開始畫頭那一下畫
开始7、8枪的哦，像金枪、金巴、金枪的没有？他人都讲，有枪哦，开始要金为新型的，要金巴嘿啊。哦，啊，巴个哈嘛，他讲金属安尼啦，嘿，金属嘿。假如果有成就感嘛，嘿啊，个成就感嘿。个可惜都冇留下来安尼啦，嘿。哦，冇留下来，哦，很可惜，因为各方面冇乜可能的吼。係啊。哦，不過唔單唱畫中國哦，吼，係因為去進修，吼，因為去畫各種冇教養嘅東西，你都係正經過好畫呢，吼。係啊。哦，係啊。我都想畫冇相同嘅東西啦，佢唔好畫相同嘅東西啦。你後來我有機會來去發展咯。一下我都去讀研究所一下咪哦，研究所讀過嚟一下愛畢業展咪啊。愛畫畢業展都愛有算係碩士論文啦吼，係啲創作組嘅啦。創作裡邊都愛有主題咪吼，我主題都以大地的探索與呼應啦，嘿。那都畫安尼美濃嘅風景，跟安尼陸族嘅風景，因為我陸族地有黑歌，嘿，所以話用以亞為主題安尼。哦，對陸族嘅有感情。嘿，因為一下都動物工作，一間部一下睇黑咗差唔多2-3年安尼。哦，嗰種對嗰片先有印象嘅係羅沃係咪？嘿，都係羅沃㗎，我睇係羅沃。哦，咁同人哋燒雞啊兩幅好冇？好，嗰都嗰選法嘅係一種係咪？係一種，一選種都係算係碩士論文嘅，一下都放都用印象派嘅方法去放啦哈。印象派裡邊有點描方式的，點描，所以畫一下啦呀，因為一下我以前我哋陸續有喺嚟翻2-3年啦哈，一下我喺啲地方都也落過地碑，哦，以前隔壁都有一個阿婆都個照顧我啦，因為我喺上唔是錢嘅咩，現在我哋螺絲工廠嘅上班，都會計小姐講也有 Q 部啊，都係用啊，嗬，都唔是錢啊，哦，係哦，唔是服衰啊，唔是服衰，上3行啦，都隔壁阿婆有得吃，都個照顧我，未拜都我一下推一間鋪面嗬，好耐一下都講係做小事做好嘅，我係用啊，我係細心，係照顧我，個照顧我。睇唔好嘛，要發生呢啲事情哦，都係下課未啊，過來未啊，都好你出貨未啊，都我係建議個貨出安尼貨社會啊，貨社會啊，貨社會啊，係啊，因為嗰度事情發生啦，所以而家陸續嘅嘛，本係嗰安尼嗰快照啦，嗰度飛熱啊，嗰度飛係啊，嗰度想講我來畫一啲創作展嘅時節，先有回憶嘅地方，陸續都畫下來安尼，那我也個呢，也係唔係陸續嘅係咪？唔係很難面咯。係睇我出生嘅地方，都係太和王，黃母嘅太和王係，太和王都掛子嚟咩嚇？以前掛子嚟都會辦一啲祭餐啊，都喺佛堂啊嚟供下食飯，時嚟都供下炕上啊嚟啦，有上把行嚟安尼。也用嗰啲書法冇咁樣，冇相同係，因為也係在印象派嘅方法，也都用好立體派嘅方法去畫圖安尼，所以風格冇相同，因為都係莎士比亞係嚟開始畫嘅方法啦，唔可以似冇咁樣嘅風格。我確實好少看到用安尼嘅立體派嘅方式來畫頭擺嘅建築嘅哦。一下我都想用透視嘅方法去畫啊，用安尼單個安尼開下來嘅方法，有安尼3點透視嘅方法去畫安尼。聽講你喺未開發展嘅時節，還有一啲機緣因素，嗰種名人係提天畫係咪？天畫人哋都卡，前王彥宗係咪？王金平彥宗。王金平彥宗係。因為唔畫嘅陸族，都係伊嘅家鄉，故所以有一個機會係咪？伊下嚟都喺台北開發展啦嗬，開發展係都見邀請安尼種館來看啦嗬，都反正因為台北又唔熟啦，有時我有。你嘅狀況都有記安尼創作歷程啦，都有附資料啦。底邊又有寫到陸族，寫到喺創作歷程，第二故鄉係在陸族，都睇起嚟差唔多2-3年，有冇畫畫圖？可能
有影片演讲，看到也团故事，有当走来看，来看伊个发展咧。伊遐嘛强到遐嘛骨到，啊里面有经验，就佢来看伊发展遐，然后两个人经讲嘛吼，经聊啊，所以点人做，啊聊啊，你讲啊，甲迄个睇咯，啊里面讲啊，还得迄个一甲吼，都遐一甲，啊拄好都伊嘛迄个一甲，伊也鼓上个一甲，啊迄个地方咧，都遐地方咧都。伊讲可能把以前伊很细我摕了，乱拄吼安尼。啊，里面有遐个，甲讲啊，有遐戏员都卡，等咧三合院甲捌一下安尼啊嘿。所以有捌，里面捌迄个有送去理发院比安尼啦。都捌图变做一个交朋友的方式哈。都伊讲，都三合院也都做个落幕啦。啊，後來係咪要捌嗰度花？係咪？就捌草啊嘿，因為開始捌油花一下面吼，差不多捌花啦。啊，見捌花面啊，捌係都有冇乜個變化面啊，捌個微微啊，啊微微啊，想講用個變化咯，想講啊都揀人物面吼，都揀人物。都變啦！伊講幹嘛做咗人哋米咧種花，跟人哋人物人嚟呼應嘅嚇，都有百花齊放嘅系列呢，係啦，啊所以捌個到百花齊放嘅系列呢作品出來，啊有畫荷花啦，荷花嘛捌個叫啦，荷花嘛以前結婚下都人哋田方面吼，喺啲地方田嗰度種喺啲荷花田啊，啊我帶細年伊料啊有啲開始捌啊嚟，捌伊下捌到時做啦。捌個度啦，啊！裡面講金捌有捌安尼水墨畫荷花，啊！裡面有畫安尼河邊有捌啦，捌都唔知捌用嚟見上荷花唔知用變化咩啊？裡面講甲荷花嘛做跳舞咩啊？又開始捌荷花跳舞，就荷舞系列啦，荷舞系列，有另外一種系列呢，你都係捌個有上個邊，係咪？上個邊係捌畫，上到我都話你啊，都見上個變化嚟啦，咁唔睇捌一道花啊，一道同頭擺捌勞工一道心境有冇共樣冇？當然冇相同啊，因為捌安尼一塊下都有感情面啊，表現出來。啊，伊攏有捌啊，啊有捌話都線條面啊，線條都有感情，又嗰安尼線條啲都感情出來啦，係個捌出來都冇相同啊，色彩嗰安尼啊，個變化啦，係個變化啊，跟勞工都冇相同嘅。啊，嗰種你都係因有限，因好多時間。都係唔捌安尼，咁唔那有唔同你家人相處嘅時間咩？你覺得呢嚇？講實在真係啊，很多家人嘛見抱怨啦，講實在啦，係啊，有時啊太太嘛佢抱怨啦，嘛一開始伊嘛冇相同係捌按投入啦，你結婚嘅時間係冇捌個按投入，冇按投入，啊一定係捌圖啊呢，伊捌圖，啊裡面按好捌。伊遐人捌都見隱藏伫內心啊！伊遐結婚遐生意裡面啊，天書土生意喺度咩啊，帶生意裡面啊，伊遐根本都無法度捌啊，係啊，伊遐係咪今日想捌圖啊？遐伊咧睇模樣咩啊？讓有時人甲講，你想畫就畫啊！你講下嚟講啊，啊你面根本無法度捌啊，係啊，讓做到捌安尼實做安尼啊，係啊。那幼稚園嘅時間一路有發現啊，爸爸好吧？係啊，所以我太太咪18咧，冇乜支持我啦，變咗講又捌突然間又寫正樣嘅咧，我都評論伊。係所以啊嗰件生意態咯，有冇相同有件生意態。嚟睇冇嘢名件家面嘅戲面嗬，家面嘅戲見邊個支持我哦，係咁冇相同嘅係，阿姐嘛係啊，姐妹嘛個支持。哦，冇嘢都個支持啊你，啊件太太嘛想認同嘅啦，冇用咯，啊冇用嘅話按叫嘅呀，係啊，所以嘛梗係講啊按叫嘛，係啊，見到邊咧本來專心畫圖啊你啊。阿馮先生唔但唱過好畫個，伊還有佢睇嘅夢想哦，想去睇伊嘅家鄉面咯嗬，去伊啲鋼鐵博物美術館，人哋了下聽過來唱教育。
分享到咗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畫家黃金川先生。今家現場看到嘅畫有冇嘛相同嘅哦？嗬，老師也今年係咪嘅風格又有一些轉變？係啊，因為我哋上我哋博士班咧下面有啲課程，都係複合媒材課程嘅嗬，都可以用3種材料去畫啦嗬。經常我用乜材料去畫咩我都想到家中係用熟悉嘅呢書法咩還有水墨咩去呢強下畫所以都我出來本身有好美工設計啦嗬，我講設計跟呢強下呢混合在一起，本人的視覺感跟我相同啦所以也地杯都用美術設計觀點去看伊啦，都加呢有水墨，有加呢書法所以在一起，就是純藝術跟實用藝術結合在一起的視覺感咁樣啦。好。你也個也部畫有乜個名有主題一下都和風啦都書畫童顏的和風系列，和風啦因為我構想都來自日本人的和服啦，也和服個強烈咩對比個強烈咩也構想都睇我哋鳳新高中嘅運動下，看到安尼鐵板啊伊咧疊鐵板，咧鐵座安尼疊一塊一塊安尼，一下演到嗰啲針啦，個針都上來嗰啲規律啦，冇係計變化咩你咪想怎做得計加以變化咩加以變化如果我想今日做得畫施工人種像安尼有冇相同嘅感覺安尼，所以一種畫可能。金畫要17種、18種攞一個系列。一個系列種畫個多啦，有畫9種有畫3種個多種冇相同。見看到都18種18種都合方啦，差唔多做了17公尺。嘛合過，到現在還冇合過還沒有。也係其中一種。其中一種，我2年啦，我3年咧。人家下嘅構想都係我一開始都係想講我畫18種。18種。嗰時唔嘅想法係一開始18種，畫做乜嘅型都已經有想法嘅。都安排講風城王蘭麗安尼也是安尼都安排啦，對比較強烈安尼。每一種都冇什麼感覺你會想講我畫到安泰？因為喺展覽下面都有太種嘅啦。主要我咪想各有安尼震撼力啦，各有震撼力啦，因為非常都有太有細嘅啦。都我有講我也做咗畫18種都想畫18種嘅啦。也係18種都畫係的畫我係咧，存咗1-2種嘢。你係你係畫嘅時間，你會有想象嘅呢？你係愛地講佢丟起來係咪？係丟起來太陽啦，太陽都乜時間都某一種擺，一呢放格子擺來，先太陽有了底子哇，一種都安太嘅呢，18種安尼丟起來，哇，會幾壯觀呢？幾壯觀也會係畫過青苔除了趙耀東嘅相青苔嘅係咪？青苔也都算組合式啦，組合式，因為喺度靠畫個紅片啦，拿一個紅片啦，做咧組合起來都冇相同啦，還有亞種屯亞兩種，如係佛像，也有冇相同嘅也都。因為我去台北，參加嗰個博覽會咩伊下有想了用畫4種嘅啦，用畫4種嘅個算帶動啦帶動嘅作品啦見上啦，一開始畫都從容鉛筆啦底部又加色鉛筆嘅顏色有顏色啦喺底部啦，一下都畫底部裡面你畫睇地杯畫冇幾種嘅顏色呀，因為我影響我影響也主題睇嚟講呀裡面還想講加做嚟畫神嘅有就是色彩這嚟畫看神嘅都冇影響地杯鉛筆嘅主題
上头感觉又有色彩感觉安尼。哦，感觉画个咩过油呢吼？嘿，伊嘛佮花时间啦，嘿，佮花时间。我非常正经过花时间吼。佮花时间咯，因为慢慢来放啦，都还嘛想跟你无相同啦，嘿，都安排上莫跟你无相同安尼啦。人家一种还唔单枪一准互相呢吼，有都有嗰度安尼互相安尼上网搜寻的啦，嘿，可能也适合来个安排安尼啦，嘿。都有伫安排的空间一下，有安尼有静有演啦，可以会浮动安尼啦，嘿，做会在画面上会让你浮动的感觉安尼。迄咩以前读美工设计吼，古说唔嘅嘅画，唔嘅画上会有同人有18毛共用吼，会有同设计嘅感觉表现。系啊，因为我都因为一开始我都设计感够强烈嘛，吼，一开始就设计感比较强烈，我想多变多出来，你讲啊。纯艺术够强一些啦，设计感够少一些呢，嘿，有无相同感觉安尼啦，我想讲可以调配嘅，调配啊。以前可能因为设计都喺邊度目的嘛，吼，我有一張目的，唔想去常嘛改做講，我路係冇有乜嘅貼配嘅目的，我係完全係假使味道藝術來把我係用喺前期。咁老公係繼續畫下。老公係咪繼續畫啊？係啊，因為佢都想要準備畫1000元咧，1000人嚟向啊嚟做些嚟老公啦，係有啲目標啦，係啊。佢而家退休，佢都慢慢要調試啦，係我其實要收集老公嘅資料嚟啦，因為畢竟係在老公出身嘅呀，係啊，我了解老公啦。俺係做啲乜嘅嘢啊？老公嘅精神發揮出嚟俾大家睇下嚟啦，嗰時以前位老公已經開始嘅嚇，開始畫嘅。有畫製作草稿啦，咁講係感覺草稿感覺畫起來沒有嗰得意啦，因為唔咩嗰啲人都變咗草圖樣嚟啦，都變咗速寫樣啦，都嗰個說話都起碼停下來啦，可能我等慢慢嚟樣。定係慢慢調試啊，時間嘅調配啊，咁你嘅想法係用鉛筆畫，還係愛用別嘅材料？可能我用鉛筆畫係，因為油畫可能怕有冇相同嘅，油畫都冇相同。畫出來嘅感覺，我冇相同係。老公感覺用鉛筆畫會個有嘅意思呢？因為老公太幫都做些咩啊，人都做有咩啊，我做揾到50年啦。唔係講啊，做嗰陣啦，咁講係咁嘅是鉛筆對係嗰個發揮啦，油畫咯都嗰花時間啦，畫都唔隔意哦，嗰冇簡單啦，花嗰度時間，變啦愛加倍時間去畫哦，哇！佢以前嘅老公按說愛花1多年嘅時間來畫，可能花個叫我嘢慢慢唔掂咧，都盡量畫安尼，唔過如果天意啲安尼嘅佢太嘅夢想咧，嚟講到事情要做我真係嗰個事情要做呀，係哦，係有一啲都喺頭都係同觀眾講，係想去做一隻鋼鐵博物美術館，係真係呢種係夢想啦，啱啱咪見嘅睇開始咧做嘅啦，上嗰啲買天啦，有係咪買衫啦？係咪買衫？上去睇面咯，係面咯，小型嘅啦，都即家因為即家農業有限啦，也上方面嚟來嘅呢？其實個叫都有計劃嘅咧，都開始咧畫總共下都有計劃嘅咧，因為係畫都總共嘅東西嘛。畫嗰總共咧美術嘛，畫到勞工，加我想應該有咧鋼鐵博物美術館樣出啊，係啊，樣講係結合人家嗰啲啊，勞工嘅精神啊，勞工咧做乜嘅事情啊，反正經濟讓我打出來啊，所以我都開始咧數，反正總共有一些都。
算古董纪念品啊，或某个东西啊，有关于总工的东西啊，哦，嗰條文物，都你開始睇熟悉呗，數嗰多東西，數幾多嘅哦，更加表下嚟咯，表盧卡，盧卡，都那沒帶多呀。哦，更加博物館係盧卡咧，都那盧卡啦，冇展示出來啦，冇。哦，哇，咁100年前盧開始係你上誒？差唔多10多年前咯，10多年前都有一種想法嘅。係哦，哦。咁你嘅想法係嘅美術館愛一多層樓啊？藝術上啊，5、6層啊。哦，係啊。5、6層啊，每層都冇相同嘅展覽啦，係。有即個有收藏啊。哦。即個有收藏人哋圖啊，有個影視個檔嚟發假面啊，做咗個係人嚟共啊共襄盛舉啦，係啊。可是呢，對我哋愛人類，我哋都總講大家都談過咩？嗬，咩第一係我哋台灣個重要嘅一個企業吧，嗬，基礎嘅一個工廠個重要嘅。不過我哋都係對地部嘅工作嘅人完全冇乜嘅印象。係啊，嗰對馬嚟講，像我哋我咪要拍咧愛我中鋼全省巡迴展啊，有去花蓮，有台東，有去嘉義啊新竹。人伊看到啊，來發看總工我想佇總工安辛苦呢，做些安辛苦呢，吼，係啊，因從來唔捌去地部工廠地部過啊，所以唔知因做乜嘅啊，係啊，係完全唔知呢。所以就是透過安尼突發啊，因地了解講，因總工安尼睇做些因安辛苦，因知啊，係。雖然王先生退休嘅，唔過看起來還過後生哦。係人哋做得期待吼，有熱真嘅哦，國家看得到，明年會有一座鋼鐵博物美術館，吼，非常期待。啊，唔係補充身體哦，吼，韓國木族哦，維巴圖。好，今日非常感謝王先生來到我哋嘅現場，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好，多謝。稍後來呢，鄉親朋友談論先生，好好運動。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點讚，韓國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